阿里山林铁的竹山站经过3年的改建，去年11月才重新启用。结果一个凯美风台来大水雨，直接就让机房设备隆重进水。针对有员工咧质疑设计不良，林铁是不会讲，迄是因为雨量上大，佮有停电抽水机无法度作用所造成的。未来佮会研究办法来因应这款极端的气候。 抽水机将水抽出去外口，继续向内底行，来到楼梯间向下骹看，地下室的积水阁有8到10公分，机房设备全拢浸伫水内底。阿里山林铁竹山车站经过3年的改建，去年11月才重新启用，员工安怎拢想袂到，一个凯美风台就互车站破功。下雨天雨水收集出来，然后让民众游客可以冲厕所。结果呢，因为它蓄水池满了之后。 它的一个电池开关是异常的，导致它没有办法把水给截掉，所以导致它一直灌进去。工会表示，扣水池无法度家己排水，但会使靠抽水机。但竹山车站伫山顶，风台天真熬停电，就会予淹水状况一再发生，怀疑是设计不良。对此，林铁甲文资处澄清，绝对无设计不良，未来会因应极端气候讨论改善的方式。累积高达1633毫米的雨量。 而且山区停电，抽水机无法正常运作，造成地下室机房积水，相关设备损坏。本处已经洽商尽速修复。凯美毋但造成竹山车站机房淹水，林铁沿线嘛有袂少土石崩落，也是树仔倒去的状况，累计有116处。工作人员当伫赶工修理清理当中，估计照目前的进度，会使伫8月底完成。记者陈宏武、面交管嘉义报道。